千年香山，百年石岐，10年奇觀。奇觀以來重新定義石岐後。奇觀以來佔地91畝，其中有1萬方嘅家居式商業住宅分兩期開發，總共12棟樓，綠化率高達38%。奇觀以來左手攬老城區煙火氣，右手享現代舒適感，出門就係成熟嘅街港，回家就係溫馨嘅港灣。理想生活不過如此。整個園林以千里江山圖為靈感，將書中園林搬到中山。中山首個宋式3進院園林，穿過水墨結構嘅風雨亂浪，就到達我哋2進院。2進院屬於我哋業主嘅休閒會所。3進到達我哋豪宅，從電梯上嚟，整個電梯都屬於我哋業主嘅專梯專戶。148平方空中平層，超800嘅使用率，接近30平方嘅私人空中花園喎。獨立嘅廚房設計，中廚在內，西廚在外，全屋智能系統將科技融入生活。整區2個獨立大套間，超70平方嘅豪華主人房。奇觀以來嘅戶型真係太懂生活，通透格局令陽光裝滿成屋企，企喺陽台可以俯瞰成個園林。每個間既實用又有質感，呢啲先係我哋想要嘅歸屬感。選擇奇觀以來樓盤，唔使取捨繁華同寧靜。奇觀以來唔止一次居所，更係扎根中山老城生活嘅生活情懷，輕鬆擁有溫度嘅日常。中意呢度嘅可以聯繫我睇喎。